啲故事咧上到去嗰個 YouTube 上面，或者會引起共鳴㗎。即係話當年喺咧越南偷渡出公海嘅時候，一架船仔有幾大？嗰架船仔有幾大啊？好似唔知係10幾尺嘅10幾碼。10幾尺啊！10幾尺即係普通嗰啲打漁船仔咁咯喎。係咯。塞咗160幾個人，然後漂咗8日啊！漂咗8日喺公海上面啊！係啊！咁啊後尾就去到新加坡唔俾入。去到新加坡唔俾入。海警佢指我哋去印尼嗰邊有個難民營啊嘛，聯合國難民營啊嘛，我哋去聯合國難民營嗰度。哦，即係指去印尼嘅聯合國難民營，跟住就你哋好幸運，上天搭救你哋，嗰架船呢就再多一日都會沉噶啦。個船沉咪多一日啫嘛沉。因為開始係入水，開始穿窿，你哋要除啲衫褲塞住個船嗰個窿，咁先至160幾人先至獲救，最後尾喺印尼島度，嗰個印度島個名好似叫做咩啊？Pulau Galang。Pulau Galang係啦，係 Pulau Galang。Indonesia，印度尼西亞 Pulau Galang 嗰個島啊，嗰個10幾歲嘅僆仔坐船偷渡。